下营区有着丰富的农特产，产像是白鹅、红葚、黑豆以及绿柚，就被称为是下营四宝。嘛有外销日本的台南16号月光米，而美食的部分，下营的鹅肉料理以及鹅香拉面、豆菜面等等，也拢受到真侪人的喜爱。为了将这好物推广给更多人，下营区公所特别办理2022鹅香下营中环嘉年华，邀请全国朋友做伙来看节目、吃美食、踅夜市。像很多宝贝哦，像鹅肉啦，像蚕丝啦，还有很多的农特产品都欢迎着大家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商圈也有很多这个精彩的活动以及非常好的商品。除了农产品，也有商品，也有许多的文创产品。那所以说，这个是真的是好，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活动。而且呢，现场会发放鹅香券，还有这个商圈券啊，这些都可以让许多好朋友这个有小确幸，然后凭这个券就可以去商圈消费，好，然后可以抵用。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，一方面让消费者也开心，让商家也因为带来商机而开心，更让我们许多我们好的农特产品以及商品，还有文创制品都能够因为被消费，被人家购买而这个打响知名度。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举数得的。下营区长李宗翰表示，这次活动是下营区公所、商圈、夜市主题会、农会、养鹅协会甲在地店家共同举办，现场超过200个单位，展示农特产品、地方美食以及手工艺品等等，好吃好买又阁好耍。同时，更举办鹅乡之星选拔活动，鼓励学生勇敢秀出家己的才艺。另外，活动嘛结合商圈办理摸彩送好礼，欢迎大家10月23自早时9点到暗时9点半，做伙来到下营上帝庙参加这次鹅乡嘉年华活动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